作為網紅樓盤嘅珠海版深圳灣1號彭睿珠澳灣，佢到底有啲咩優缺點呢？首先佢嘅缺點就係40年產權嘅商業性質下，如果喺二手房市場交易嘅時候佢個稅費就會好高。佢唔似得嗰啲70年產權嘅產品咁樣，交易時候嗰個稅費就會平啲嘅啦。仲有佢係商業性質啦，咁所以佢係冇落戶同埋書包嘅屬性嘅喎。因為成個項目係6棟組成，咁其實佢個容積率係非常之高嘅，去到7.9幾嘅。咁住起嚟嘅話肯定係冇住宅咁舒適噶啦。咁另外嘅話佢呢邊個梯戶比亦都係非常之多嘅。比如話好似我哋而家呢一棟嘅40層以下就係10梯32戶，咁我哋40層以上呢個大戶型就係2梯3戶，而且佢係呢個高層同埋超高層嘅產品嚟㗎，去到係39樓到63層㗎。因為呢個項目係公寓性質啊，所以持有嘅成本係非常之高嘅。咁佢係雙水雙電啦，會比起民水民電係高出1倍嘅。能夠接受以上所講嘅缺點嘅話你繼續睇落去咯。因為呢度嘅優點亦都係非常之完美嘅，因為有不可複製嘅黃金地段。呢邊嘅話係擁有雙關口，應該係話3關口啊，因為有我哋嘅青茂口岸、拱北口岸，仲有人工島口岸，坐車只需要3分鐘到10分鐘就可以去得到啦。而且呢度去到我哋嘅呢個珠三角環線高速只需要300米距離就可以去得到。往東嘅方向開車40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嘅香港啦。往西嘅方向直接開車30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珠海機場㗎啦。呢個項目仲有一個優勢就係咩呢？不可複製嘅景觀資源，你就睇下我哋呢個戶型可以睇到270度嘅景觀 ，IMAX 嘅巨幕景觀，可以睇到我哋嘅澳門嘅景觀啦、濠江景觀啦、前山河景觀啦，仲有我哋嘅嘉林山嘅山景、湖景。全部都盡收眼底。我哋彭睿珠澳灣呢邊嘅話佢係擁有非常之高端嘅配套。就喺我哋呢一棟嘅樓上就有停機坪啦。我哋嘅小區4樓係有空中花園、無邊際泳池，仲有私人會所㗎。仲有一個最大嘅優勢係咩呢？你買呢種產品啊，佢嘅出租回報率係非常之高嘅，因為佢嘅地段係非常之靚仔，所以嘅話你可以做民宿啦、酒店啦、公司啦咁出租嘅回報率係好可觀嘅。你好似細戶型嘅話佢個每個月嘅月租金係可以去到6000蚊啦。你好似有呢啲大戶型嘅話每個月嘅月租金可以去到15000到2萬㗎。總結一下啦，以上嘅優缺點你都能夠接受嘅話其實呢個項目係比較適合投嘅朋友。如果你係選擇居住嘅話能夠接受以上嘅缺點嘅話就可以擁有佢啦。咁房基本嘅情況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記得點擊屏幕產品，約我現場睇樓啦。